或者是一个神秘奥妙的故事。真侪咱的问题，到当游玩无法度得到回答。总是咱看见耶稣，但一切上帝所通过耶稣基督的所做，拢得到完成了。对伊所有上帝的应允，拢得到实现了。伫主的内面，咱享受上帝丰盛的智慧，伊的智性，伊的荣光，甲伊的大疼痛。受死，我灵魂属伊。